最佳正統音樂作品進第二管弦樂素描，李一偉。The 23rd Cash Golden Sale Music Award Best Serious Composition goes to Angus Lee Ensemble。恭喜晒！我哋有請李一偉到台上領獎。最佳正統音樂作品準第二管弦樂素描，作曲李一偉。恭喜晒！好，呢個時候先請兩位一齊影張合照先。好，接住落嚟，我哋都有請李一偉同我哋分享下你嘅得獎感受先。呢一刻嘅心情，我會話係感恩，因為可能好多人都未必知道我自己出身唔係真係純作曲嘅，我係以器樂演奏為起家嘅。想當年喺演藝學院做 Junior Music 嘅時候，聽過羅 Sir 好多故事，但係就未有機會可以同羅 Sir 接觸。今日竟然可以去台上同你分享呢個 moment， 非常之高興。要多謝咁多年嚟非常支持我嘅咁多位老師，無論喺本港有幸遇到嘅，或者喺海外喺倫敦、喺歐洲、喺美國遇到嘅好多老師。但係更加要特別多謝嘅係今日在場代阿 Fish 領咗獎嘅伍巧兒老師，佢係我嘅啟蒙老師。好多謝今日有我呢一個 moment， 多謝你相當嘅支持我，一路教育我、孕育我成才，非常之多謝 Miss。Cool. Yeah, thank you.